大家好，我叫雷鋒，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題目就係長者生活津貼點樣計算離港日期。未開始講之前，請大家點讚、留言、分享，同埋最緊要幫忙撳埋免費訂閱嘅鐘仔，呢啲就係對我繼續製作影片最大嘅支持。多謝大家。要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其中一項條件之一就係要已成為香港居民最少7年，以及在緊接申請日期前連續居港最少1年，即是在那年內如離開香港不超過90天，亦視為符合連續居港1年嘅規定。留意，由2023年9月1日起，公共福利金計劃申請前連續居港1年規定下嘅離開香港限制由56天放寬至90天，離港寬限日數。當受惠人符合資格領取津貼之後，如他在付款年度內居港不少於60天，便可領取全年嘅津貼，即該年度可離開香港最多305天，閏年則為306天，可領取嘅津貼金額將不會受到影響。什麼是付款年度？付款年度只由受惠人符合資格領取津貼嘅日期起計嘅每12個月。舉個例子，受惠人由2023年2月2日起符合資格領取津貼，第一個付款年度為2023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1日，第二個付款年度為2024年2月2日至2025年2月1日，如此類推。舉個例，如受惠人在付款年度內居港滿60天，由於受惠人在該付款年度內居港不少於60天，因此可享有305天嘅離港寬限，閏年則為306天。受惠人離港共300天，並沒有超出離港寬限，可在該年度領取全年津貼。如受惠人在付款年度內居港少於60天，則不會享有任何離港寬限，受惠人只會獲發在居港期間嘅津貼。如受惠人因此而多領津貼，須退還多領嘅款項。例子，受惠人在付款年度內居港只得59天，故不會享有任何離港寬限，只會獲發居港期間59天嘅津貼。那麼，若按現時長者生活津貼每月4250計算，要退還多領嘅款項等於全年獲取金額減居港期間59天嘅津貼。4250乘12減4250乘12乘59除365，等於51000減8244，等於42756。因此受惠人可能要退還多領嘅款項大約是42756。注意，一津貼金額年年會有調整，二計算金額只是大約嘅數字，三實際數字以社會福利署為準。在計算離港日數時，如受惠人可提供足夠理由和文件證明有關嘅離開香港日數可獲酌情考慮豁免計算。有需要在香港以外地方從事有薪工作，有需要在香港以外地方修讀全日制課程，只適用於傷殘津貼。離港日數計算方法：離港日數由受惠人離港當日起計，包括該日，而返港該日則不會計算在內。如於同一日離港並返港，則不計算為離港日數。舉個例子，受惠人於2月10日離港，並於2月16日返港，離港日數為6天，即7日6夜。又如受惠人於2月10日晚上11時30分離港，並於2月11日0時30分返港，即使午夜前離港，並在午夜後返港，縱使離港只有1個小時，離港日數也會計算為1天。常見問題：除要求公共福利金申請人申報外，社署有什麼其他方法得知申請人嘅離港記錄？
為查證公共福利金申請人是否符合連續居港1年嘅規定，以及公共福利金申請人在領取援助或津貼期間嘅離港日數，有否超過有關嘅離港寬限。社署會與入境事務處進行資料核對程序，以核實申請人是否符合有關嘅規定。我今日嘅分享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嘅收睇，拜拜。